睇到家庭暴力嘅受害者，唔單止係誤性天體，其實男性也會受到家暴。我為到嘅保護家庭，甚至係顧面風，就唔敢講。從內政部家暴防治委員會嘅統計，民國18年家暴受害者差唔多係94000人，其中男性受害人將近24300，佔嘅受害者27%，比起民國95年之前增加1倍。下個電視台從今日開始連年3年，我推出男人憂慮唔強貪嘅專題，我討論男性受家暴嘅問題，同時簽到受到家暴嘅案主講自己嘅故事，所以鼓勵男性朋友勇敢嘅企出來尋求幫助，或者係認為除咗厲害通報關懷體驗之外，有想樣本打造專門為男性設計輔導และ治療體制建議，應該係做唔得過頭下氣咧。男性關懷專線，您好。民國93年，內政部家庭暴力防治委員會設立男性關懷專線，提供男性面對公婆關係、親子教育以及家庭暴力事件嚟到相關嘅諮詢，還有轉型另外一個單位嘅服務。去年2萬外界來請退休嘅男人，搶起家庭暴力問題是佔了差唔多100個比例。那如果說雙方在工作壓力跟所謂的一個家庭溝通協調，產生一些所謂的一個不良的一個互動的情況之下，那有可能就會產生暴力的狀況。跟性別議題的衝突，大家女性意識抬頭，其實很多傳統男性的一個教育文化就會慢慢有一些淡化了。那他在情緒跟家庭的關係處理上有一些落差的時候，他會形成一個受害者的狀態。另外，就內政部家暴通報統計，民國95年嘅時節，男性受害人冇到12000人，但是民國18年已經增加1倍，超過24000人。頭94150件嘅通報案件度，佔了27%，等於係世界家暴受害人當中11個係男人，差唔多都係受到法人嘅考試，精神苦痛得到無形嘅暴力形態。男性其實很需要尊嚴，所以當女性有很多情緒的問題出來的時候，她覺得語言稍微對給她傷害的話，她覺得尊嚴掃地，可能就有一些所謂的受暴的情形發生。你的流汗奮鬥，換來的竟然是一生的挫折感。你需要一個真心願意聽你說話的人。面對男性受暴類型更加複雜，除咗關懷專線嘅事前預防同家暴通報緊急處理之外，後續要選聽受這類人情緒抒發，還有輔導治療，未變得更加重要。我們在團體治療裡面，我們大部分都是女性的被害人來參加這個團體。可是如果說我們今天能夠看到有更多的一個男性的被害人的話，或許改天其實也可以能夠來帶領一個男性的團體。你還是很希望透過團體的力量，然後不同的人給你不同的一些 support， 你真的就是更有力量去面對問題。它不能解決你所有的問題，可是呢，你會更有能量、更有技巧、更有方法去面對你所碰到的一些所謂暴力的問題。睇見觀念嘅改變，見到更多男人曉得去承認天數，為男性受暴冇人哋嘅數目事，慢慢嘅俾人看到。但是還係有一組人因為傳統對男人應該有嘅角色還有期待，所以是女人的因此而發生。除了防暴嘅體制，還更加祖傳導，這類人是唔得青菜流氓之嘅傳統觀念，強怕未來天天調整。客家新聞方面上持續為了記者台北報道。